民建聯認為陳偉業同埋黃毓民議員呢次採取呢啲嘅拉布嘅策略，係嚴重浪費議會嘅寶貴嘅會議時間，妨礙議會嘅正常運作，損害咗市民對於立法會嘅觀感。而今次兩位議員就有關修訂案當中絕大部分，我都認為呢嗰啲係屬於毫無意義嘅字眼嘅修訂，本應呢係唔應該容許提出嘅。我作為議事規則委員會主席呢，對於現行嘅議事規則條文未能有效阻止呢，我自己係感到失望。我亦都呢通知咗秘書處呢，我哋將會喺5月8號下個星期二召開議事規則委員會會議，擺入議程。點樣能夠有效地通過研究，能夠修改有關嘅議事規則，係防止類似嘅事情再發生。我哋都會參考外國有啲咩嘅經驗。